或咨询乘务人员。Dear passengers, welcome aboard the CRH train. I'd like to extend our best regards to you on behalf of the crew. Please take good care of the facilities on board. Please refer to the train service guide or consult the crew memb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早晨，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天泉的那个服务区。早晨起来发现2个资料在地上跑呢，一个会叫的，一个不会叫的。先发现的是会叫的。昨天出发了，去西藏的路上，在路上，心里还是有很多的担心，怕这个胃刚做完手术，1个月多一点，1个月多。8天吧。这大渡河大桥，以前是一个小桥，这里现在那么大的一个桥，太牛逼了。到了康定，现在今天到康定。车上面很多电源都坏了，所以现在叫一个师傅来帮我修。以前路过很多次都没有停下来，一次是没有人嘛。现在今天到了，他正好开门了，我就让他帮我修一下。我的车子里面很乱的。这就是旅游的地方，人多的要命了。这318现在是人满为患，车满为患，太牛了。请注意急转弯。
前方应飞向左前方行驶。昨天晚上到达理塘，这里海拔比较高，3700多，然后跟西藏比起来差远了，但是还是比较高的。昨天感觉好像要挺不住了，因为开刀1个月以后，昨天有一点不舒服了。昨天到了这里以后不舒服，睡了一觉，现在好多了。现在今天继续往芒康走，芒康，270多公里吧，慢慢走看能到哪里。拍路上基本上没什么拍了，看一下。现在早晨起来，然后准备走了。昨天就住在路上了，睡在路上，睡在车里过了一晚上。今天我看能到哪里，也不知道。这都是盘山公路，盘山路走起来比较麻烦，路而且不好，都是坑的。我不知道今天能到放牧的地方吗？到鸭子村。鸭子村如果放牧的地方能够去他们。昨天睡在路上，在路边上就睡在车里了。今天起来想早一点，在左贡那边拍一下那个山，那个山是很漂亮的。罗亚他们、明珠他们、资质必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放牛。如果有的话，都拍一些视频，把故事串起来，有个了结，有个结局，就是说，这样会更好一点。OK， 关闭视频。这里是在日隆巴，他们在捡垃圾，要保持干净的。日隆巴冰川，对不对？是，垃圾捡干净了哦。这里游客带来了很多垃圾，人多了，垃圾也多了嘛。啊，现在啊，能接的路在这啊，你啊，
我们在日荣堡，今天到了日荣堡，现在我们在村子里面的帐篷里面。吃西瓜。我今天见到了都是认识的人。这是村长。来了，我们大家都在门口迎接他了。장관 저거 뱉으셔. 아, 저 장관 저거 뱉으셔. 저거 나와야 돼.今天搭的帐篷，可能今天就要住在这里了。前面是牧民他们，这边是一个冰川。내 만도는 들어가. 나와 쳐. 네 他们挖来的当归，现在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的，重新装袋子吧。这山上面的当归是最好的，这可以的。泡沫馒头这里，阿加拉有，阿加拉有，就泡沫馒头。泡沫馒头，泡沫馒头，泡沫馒头的。你找嘛？哎呀，天天玩泡沫，然后馒头的。馒头的。对。馒头的。他没意思嘛，天天说啊。对，没意思。原来有的，诺亚比。我去。去吧。去嘛。我跟你一起去吧。去嘛！我现在我要去拉萨的。拉萨去的话，那我不去。借不借？老婆借一下。好，什么时候？啊？说嘛呀？现在吗？现在没力气了。俺披萨了。是不是？多尼西家就是明天再聊。
明天再聊。明天再说话，对不对？对。哦，对，谢谢啊，朱迪霞，祝你学习好啊，对不对？啊，这是对不对？现在早上几点的？俺现在学习的。 자기 그거 그날 그럼 이제 그시가 말해. 你学了才几点那个叫？外面刮着大风，下着雨，冰川上面下来的冷空气冷得要命，跟他们3个在一起烤火呢。现在水上热一点了，否则的话很冷。这是长湾家村的爸爸。这个嘛，天天慢慢打嘞。这个嘛，小伙子普通话可以，人不错，很好的人。今天我第一天就到这里来，我刚才搭了帐篷，把车子停好，听他们的建议，把帐篷给搭在那里了。明天早晨看看天气好的话，我可能会拍一点。要命啊！太旺了，热的要命，烫了开始要。这个火烧得好，看一下。我们3个人在这里，4个人，连我4个，我们在这里烤火聊天呢。工作好好的，干嘛好？哦，就是马吃的青稞的，挺够的。你这样马跑得动的，好好的跑，对不对？你去不去？我没，啊，没。你等，陈德明，我不去，我不去。啊，你哪儿去？我这里做，啊，这里做。这里做。哦，好。这里做吗？对。常家的哥哥，这是。今天他早上打我的飞机，我常家的用石头。叔叔，常家说你是哥哥，叔叔啊，常家的叔叔嘛。那你自己说嘛。说嘛，说嘛。常家的叔叔，快说。啊，叔叔。哥哥的不是。哥哥的不是。说嘛呀！我靠！哎，那我听他们说是哥哥的。然后我今天碰到了常家的叔叔。早上他车子开过来了。挤牛奶，然后看到我飞机去拍他，他用石头打我的飞机，没打到的。我常家的妈妈弟弟。我妈妈弟弟。好，他可以的。哪家？你必须的哥哥吗？弟弟他。哪里个哥？他是必须的那个。必须。哥哥吗？弟弟。哥哥。哦。哎，你必须怎么嫁了嘛？怎么去卡德村了嘛？啊，对。必须。啊。刚没进。老婆姐啊，可以吗？可以。他老婆姐。我这边差不多。哎，诺阿家了多，这嘛是呗？拍一下啊，借啊，借一下吗？借不借？啊？什么呀？我靠！什么？借一下啊！就得我去咋的？借的时候记得。啊。啊，别去给了些这些地方的啥的。这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问他不是也不明白的。不说小话哥，没出讲。啊。哈哈哈哈！那我往出去给了，谢谢啊。明豆，没得，妈的。知道吗？以前也他爸爸给了我一个羊，然后他吃了。他现在问我要手机，我给吗？你说不给吗？知不知道？
这怎么提升？那个现在没见见，这他怎么人家？都没见见。东北要真的比较能的，家乡要领着，这个人家不当俺先跟你讲，这kilo kilo nada kilo 1 kilo 这没知道没得，他这个就是我应该进了真的，这从小要离下来，要是那个没么知道，你人，但是你当年结婚了，啊，这俺打算40 kilo kilo，打算일단 이런 몇 살 되지? 그러면 뭐 열심히 문 열심히야. 이 비와 문 안다 산다. 이게 문 안다 산다. 나도 저도 등이 직절되고 이게 땅 아끼라 나도 땡 아자를 등자. 안돼 안 뛰어. 안 뛰. 저도 깨졌네 봐. 하여튼 네. 나는 늙도 我和吃完萝卜，他们都下班了。和吃完萝卜说话呢，他等老板过来。就是，这是一个商店嘛？对，认识的新朋友了。现在去看一下仓家他们家里，他爸爸和他的老婆在。可能在帮牛挤牛奶，可能也没时间照顾我们，去看看，打声招呼就是。要带着2个孩子，唢呐的孩子和他仓家的2个孩子去拉萨了。他老婆在挤奶呢。贺叔，你好。你好。进去看看他们爸爸在吗？你好。哇，还是那么大的嘛。小妞嘛，这个。原来一样嘛。这个做可以，那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做这个。这个可以吗？哎呀，这个好一点，原来一样嘛。这个太新了吧。他们现在都住在床上面了。原来是就在地上打地铺的，现在不一样了。这是他们的新的房子帐篷。这常家的爸爸可能太黑了，里面只是为了回忆一下过去。原来他爷爷在这里，常家爸爸还有他妈妈在这里，现在都2个人，看不清楚的。常家的爸爸呢？就是拍一点了，很长时间没去来他们帐篷了，现在看一下，因为今年明年来完了以后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定把片子出来了以后可能会好的 ，I don't know. I tried my best after 1 month surgery. 常家是啊，对不对？常家爸爸不知道在忙什么呢，他要做茶了，可能要给我们倒茶的。这是他们这个老式的那种牦牛毛做的帐篷。我桶给没哦？这就给头。我哎，就给桶 ，OK。常家爸爸是一个老好人，他一天到晚笑笑的，今天开开心心的。哦，也不多。
这就是慢慢的动，不能动。侬了修好多啊？小孩电信小孩有，俺没多，俺电信信号没多。嗯，俺婆买俺有，我没。这里有。哦，哦，知道吗？没。我的手机你现在还不熟悉呢，我有5个。苹果那个不是吗？不是，苹果那个我一般不用的，你知道吧？哎呀，一般就飞机嘛，那不用的。因为飞机上网的话麻烦的很，所以说一般不惯的。啊，我这不是炸烧了。他是不是？炸起来，早不的。炸起来是啥事？有点好了。现在好不了。嗯。人工种的。嗯。哦。自己。地里面种的吧？哦。这是当妈妈。哪里种的嘛？茶叶嘛？哪里？茶叶有，他买的云南买。云南。云南。嗯。哦。哦，这样的。云南也有。里面这个东西。不怕的，这就别大条嘛。这样。那边那个不是有个这里有人物吗？他那个里面那个卖小的。哦。是假的。这个没有。他的。你的都有吗？有。芒果的？没有。3斤4斤有。哦。买吗？太多了，我要不了那么多的，那不行，对不对？放了去哪里去的？谁弄的嘛？哎呀，这个是收挖的嘛？去了的，买葱草买的我买啊。啊？葱草。葱草什么？他说你要买葱草啊？这电话有个。电话是吧？他说你很诚信的人噻，要不找我有了的。谢谢啊。啊，不挣钱啊。但是这进来哪里没得？不挣钱的。黑了，不要给下子黑。咱家的孩子现在放在拉萨，回来没有？对了。脾气蛮凶的。嗯。没回来。不回来吗？不回来。啊。那一个星期，走了话1个星期。走了的话1个星期了。啊。那就是说参加以后，孩子拉萨一直拉萨有。哦，有。啊。老吴没到这里哟。过几天要干嘛？一起。参加爷爷的以前在这里，挺有意思的。他们把奶酪放在一个大桶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们每天都放在里面倒。他说好像要可能要让他们干。好的。每天忙的弄这些东西，不知道。他们卖不卖这个东西？会卖给别人吗？种嘛一下不？啊，种嘛一下，对吧？多少？这一波多少？要卖是。也会卖啊？哦，是不是和糌粑放在一起的那个？300酥油。来了就没事了，对不对？他们去挖那个血迹。他们。血迹。找血迹的来了。血迹有。血迹需要血迹。你看一下嘛，可以吗？看一下可以吗？你说一下你的名字。吃完萝卜。吃完萝卜。刚才他在等那个2个
上冰川去挖雪鸡的人，现在他们回来了，他还在担心呢。这个不你指望萝卜，这里好的叫的那啊，这样不行，要不明度。他披萨的啊10个， ，10个哦小牛。嗯，哦，今年他们家有10个小牛。那今年卖了几个嘛？卖1个2个， 1个2个卖了，大的。大的，多少钱？大的1万，大的1万，小的7000， 7000，这都是，可以吗？这就虫草卖了多少钱？从这大的80、90，一共卖掉多少钱？全包，全部卖了，卖完的现在没有卖。没有买，哦，那个现在怎么跑啊？这个，啊，那可多人了，我给。不等。Jackie situ bro. Jackie kan las ada dia. Kita kira gani saja. 刚起的。你知道刚起的哟，这是什么意思？跟弄了刚起的哟。你在干什么日嘞？ 就看起到，刚起的哟，看起的哟。哦，你在干什么人？日嘞？你在？不是我们那里话。开始里面倒的可以。吃什么东西的嘛？什么有什么好处嘛？这天了，装一的那些的。装你的是干什么？就是他这干什么用？这几边的？装一片。对。按3，哎，装一。对对了，这嘛。肾。肾。这是冰川上捡的雪鸡，冰川上面挖来的，他们说有用的，但我不知道的。他们经常会去挖的，有人要用，这个好像是一种药吧，但我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可以。以前可以的，这个，对。这个。那我可以给你一个东西吗？没有了。我有。哦，你说皱纹这个？哎，你不行嘛？哎呀。还没的，现在就可以的。现在就可以的。엄마 토끼매, 토끼매, 토끼매. 나 토끼. 나 토. 나 토끼. 나 토끼 말아. 엄마 토끼매, 나. I can speak in Tibetan language. You know that. 他家爸爸每天喝那么多牛奶，然后也变年轻了，过两天30了，再过两天20了。这么大一碗，我喝5天了。它味道好得很，你看。找不到这。这是真正的天然的牦牛奶嘞。像化石一样的那个东西，冰川上面拿下来的，干了嘞。干了鸡。公鸡。我第一次看到的。雪鸡。以前没见过吗？我也没有看见的。这是厂家的老婆嘞。藏族的老婆可以啊。可以啊。头上这里快零下了，很冷啊。但是对于这里来说，还是已经算是比较温暖的夏天了。8月17号今天，
早上我看到常家的叔叔为了伤烧了火，我所以过来看一下，稍微拍一点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内容。这就叫上烟。刚才我看到点火了。那是他老婆，可能出来捡年份吧，我也不知道。反正看一下，这是他们今年的小牛。挂机的啥的，你发现都是挂机的啥？这是一匹小马，也是今年出生的。大的马在前面，那个白的。尾上。每个家里我去转一转，看一看。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This is my adventure. I will show you what I look at it and what I see. That means when you look at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ee it. So if you want to see it deep inside, just follow me. Who's this? 常家的大哥，常家的爸爸，这是他的老婆，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挤牛奶了。原来这里我们看得到唢呐，现在有常家的老婆，唢呐明度了，唢呐拉萨去了，对不对？还有常家的妈妈也去拉萨了，他的2个孩子也去拉萨了，所以现在只有他们2个在这里。Okay, just go follow me. Go next home. Here is the really true nature beauty. So last time I told you guys, I will show you what's the results and my consequences. Yes. So go follow me. I'll show you, my friends, something. Here's really high altitude, almost 4,300 meters. Very cold.
干手。阿杰啦，你杰拉你好。挂几个一些。呀呀，你呀，你说的，第一次看到阿杰拉的时候，他很年轻，现在大家都年纪大了，他的女儿也走了，出嫁了，所以他只能自己挤牛奶，每天很辛苦。哦，我踩到牛粪了，所以再拍一下阿杰拉。啊？阿杰拉嘎手，他想跑进来了，他想跑进来看小牛了。啊，这是比奇的哥哥，他现在开始挤奶了。对。一般男的一般不挤奶嘛，对吧？对不对？哦，对不起，跑了嘞。冷不冷？不冷。我冷得很嘞。你冷吗？冷。你开口吧。你一个人吗？孩子2个有。孩子？这是牛的孩子。他们晚上怕冷了，给他们装了一个塑料的房子。以前他们是不用的，都是用牛毛编的那种帐篷。现在有可能有些因为方便一点的话，他们有时候用的是白色的那个帆布帐篷。所以说现在也有变化，多少年来就开始有变化了。喂，不，起来挤牛奶嘛？啊！喂，他们2个睡在里面呢。他们2个睡在里面。走吧，你走。啊！怎么哭了？没事。不容易。怎么了？他怕了吗？没有怕。呀。哦呀，突地切。你坐这里吧。哦。没得家里的。是的。我的。突地切，各种切。你叫什么？我叫巴登。巴登还是巴登？巴丁。哦，跟原来他们巴登一样吗？一样。哦。那也不对嘞。这是巴丁，比奇哥哥的孩子，对不对？你上学了没有？上学了。在日沃。巴蜀没去吧？没有。哦，那我怎么没见过你嘛？你今天第一天见你嘛？昨天是星期5嘛。哦，对，那你回来了，对不对？那今天星期6吗？早上起来，他们要捡牛粪了，把地上牛粪捡起来堆在一起，然后把它晾干。游客来了，所以呢，到处还是有点垃圾，餐巾纸啊什么扔的到处都是。原来是基本上没有开发的环境，现在变成还是比较脏了。
这是我睡的地方。原来我的那个，我烧了一个小的煤气炉，这是挺冷的，我想这是一种心理安慰嘛，因为太小了。啊不，看到什么呀？去抓小爷。拿个茶杯嘛。拿个茶杯。拿个茶杯嘛你。好的，茶杯带了没有？带了。拿了，那个茶嘛。张姐啊，这个哦可以。那抓不着了嘞。抓不着。哎呀，没就张姐，那咋打不？这他是那个，昨天那个。那叫什么？不是不是，那个他的孩子装旁边的。就叫我男的，给你就叫我男儿出来。是拿茶杯嘛？我怎么没？这个没，这个没。拍摄的，这个拍的。啊。我叫的是俺光了是呢。你找过来哪儿打的？对。打的哪儿打的？啊，我在打呢。打的。他给打了个脚是。这就到你去了。这该得做啊。脚不放是没去的。这个那呢？脚没去。好的，脚。这份咋子的？这单接着了嘞，这是的。这这里了，我这就是了。他们这个。啊，我给打开了。还给把这接着了嘞。啊，不加腿。然后就交不到的。还有我的手机，那个手机有一个手机可以拍的。多拍一点啊，练习练习。我们这个晚上我跟你说哪个怎么样，好的，不好的。能找噻，我给他去找来。要不集中些。哦，好的，谢谢。这边弄来家去。那个是什么？这个也是来的，这个做的嘛。过一个月。老张你老张跟你老张那个烧对了嘞。差不多这样。我们过两天到这里来好吧？我和他2个人，我们搬过来住。帐篷大一个可以吗？这人我回去。
这里家里那个，割那个草，想要干的到草，种的草，想要干的老的，包就身边的。没给你领的。你看现在平常花的，叫俺拍的。现在有个红色的那个，你在那里叫你。红色那个，这边这个，你看现在就花的那个。夏天嘛，以前夏天也是这么多嘛。以前这里再几天了，这抓住上了。了，给哪子在那里更久个？俺说嘛了，俺拍。不这这不是叫了，那也搞点的对的。也不能嘛。那都对了拍的对的。那叫那老子的还来着。哦，哎呦，很那个什么呀？哦，你这个是很 stabilizer， 很袖珍。这就是一个 gimbal。拍个照，等着你们的烟囱冒烟呢。啊，别显示了，哎呦！今天参加从拉萨回来了，然后看到他了，打了声招呼。我们进来在他房子里面，这是他爸爸，很多年没见了嘛。他现在在显示他的皱纹呢，像花一样漂亮。常家今天从拉萨回来，买了很多菜，他老婆背进来了，常家自己不背的。这个家伙现在肚子大的很，但是就又不背，不干活了，越来越老爷了，那厉害的很。切半个苹果给他老爸，记录一下啊，以后老了嘛要回忆一下，好吧？
我第一次来这，我不知道那个冰风暴动这样。那最少1400斤，1400，最少1400。看谢谢。这样，车开这里边。走过了，不会吧？走过了，你都冲开保险道了。这车能过河吗？可以。回去是不是水更大了？哎，你认识的吗？那人不是。不认识。哦，怎么了？没什么。他这车也能开吗？估计够呛了。估计是够呛。有。我靠！我跟你学一学。我这个比你这个手机轻松吗？哦，安全阿拉去，安全，加队，走。哎呀，不打理的，坐，他让你里面坐，哎呀，里面走嘛。我无所谓的，我们没讲究的，哪里坐可以的。带手机来，带手机，你有。对啊。刚开始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说在日喀则撞车的。对。哦，我以为你在林芝这边呢。日喀则那边怎么会撞嘛？那路宽得很嘛。睡着了。蚊子咬的。然后就到拉萨转院了吗？转院了。这个是医生说看不了了。抢救不来了。啊？不能抢救了。真的？然后转到拉萨来。然后就好了，现在没事了。你又开车又牛逼了！昨天我看你开车很猛哎。这不对哎。早晨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把牛赶回去挤奶，然后再放掉。女人们还要去山上面挖贝母，春天还要去挖虫草什么的，挤奶、虫草，
贝母砍柴，事情很多了。这是仓家叔叔家里，那是资治家里，最前面是必去的家里，他的爸爸还有妈妈在，别的年轻人都走了。这里年轻人要么就出去了，要么就是走了，嫁出去了。现在留下来都是基本上都是老人了，要么出去打工的也有一部分吧。反正年轻人都不喜欢在这做这些务农、放牧的工作，他们能觉得太累了。有的人出去了，也很多年轻人都出去读书、上学去了，所以很多农活也不太会干了，也不愿意干。现在因为农村的小孩都上学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国家这样支持的嘛，所以说整个生存文化还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持续，因为这种低效率的农牧怎么可以持续下去？不知道。而且确实这很辛苦的。最前面是八店家里，那里他们也是烧的煨的桑，在前面。那个是资治。可能也要挤奶了吧。但是他们还是毕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东西，不管是被迫或者是无奈，被迫无奈还是为了继续生活，都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